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遭当局强制集中关押之际，中国的主要战略伙伴巴基斯坦公开敦促中方减轻对境内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打压。巴基斯坦宗教事务部部长卡德里本期在会晤中国新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姚劲时提出，巴基斯坦并对中国新疆西部省份的维吾尔人处境表达了关注。卡德里说，中国政府至少要减轻对穆斯林的打压，人民应该松一口气。中国对美国因中俄军事关系决定对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委负责人实施制裁表示不满。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周四表示，中国去年向俄罗斯购买10架苏35战斗机，今年又采购苏400对空导弹系统相关设备，因而决定向中国军方作出即时的制裁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五表示，中方对美方无理做法表示强烈愤慨，并已经提出严正交涉。耿爽说，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所谓制裁，否则美方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以色列情报部长卡茨声称，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事件中，普京指责阿萨德，而不是以色列。他说，阿萨德试图跟普京通话，但普京不接他的电话。据报道，叙利亚总统周二致电普京，对220飞机坠毁事件表示悲痛。同时，前往莫斯科纠正两国关系的以色列国防委员会未能实现其目标。当局代表团指责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时，俄罗斯当局要求进行新的调查。日本着眼于超高音速导弹，国防部已拨出5700万美元的预算用于发展导弹。日本是拥有新一代战争机器的国家之一，现在处于加强对中国和其他邻国的预防措施的最前沿。据称，该导弹预计将在2023年至2025年进行实验，并将成为该国防御战略的一部分。也门数十万人难以获得食物，840万人正处于饥荒状态。联合国紧急援助协调员马克·洛科科说，在也门，内战仍在继续，1/3的人口需要人道主义援助，部分地区居民已开始吃树叶充饥，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而且我们已经失去了与饥荒的斗争。